經濟脈搏，主持陳淑薇、羅輝。本節目只反映節目主持人及個別被訪者個人意見。8月27號星期四啦，同大家睇下香港嘅樓市先嘅。香港嘅樓價呢，又終止咗13個月嚟嘅連升啦。反映二手樓價嘅差餉物業估價署嘅私人住宅樓價指數呢，7月嘅時候就報321.5，按月嚟講跌咗0.46%。頭7個月今年嚟講呢，個樓價累計其實就係升咗7.3%嘅。咁至於話嗰啲上車盤面積431平方尺以下嘅細價樓細單位啦，嗰個樓價啦，咁就按月就跌0.35%啦。九龍區呢就係跌4.8%，平均售價係517萬；新界區跌2.8%，平均售價呢488萬；港島區就升4%嘅，平均售價就近612萬嘅。至於1000平方尺以上嘅大單位樓價呢，按月就跌0.3%。利嘉閣地產研究部主管陳海潮就話啦，7月份呢睇到個樓價呢，就係連升咗13個月之後呢，就係有少少嘅回落呢。佢話就係有多個因素嘅影響㗎，包括咗呢中東戰事導致油價上升啦，刺激咗當時呢市場有憂慮美國息口會向上啦，令到入市嗰個步伐就減慢嘅。而港股亦都係表現呢波動㗎，一度呢就係曾經跌穿咗23,000點嘅關口啦。加埋呢個世界盃呢，就係個熱潮掛住睇波，咁於是乎呢，又令到個市場焦點轉移咗啦。一手同埋二手嘅交投呢係緩慢咗嘅，令到樓價亦都係受到一啲壓力啦。展望樓價走勢呢，陳海潮就預計第3季裏邊呢，樓價仍然都有啲下行壓力嘅。下次公布嘅8月份樓價呢，仍然有機會再微跌嘅，咁最快要去到9月份呢，先至有機會出現一個即係叫做輕微嘅反彈啦，因為都係隨住翻個市況啦。8月份有嗰個暑假嗰個效應啦，咁如果到反映翻9月份嗰時呢，睇翻近期其實嗰個一二手啊個交投都係叫做回暖咗，好翻啲嘅，咁個市況亦都轉穩咗嘅，咁所以我哋綜合嚟睇啦，第3季樓價其實有機會輕微下跌啦，可能即係不足0.2%啦。咁租金方面係點呢？就連升呢，就係9個月㗎。差餉物業估價署呢，7月呢私人呢住宅租金指數呢，就係報207.4啊，按月嚟講升咗0.78%。今年以嚟呢，其實個累計升幅都有3.4%㗎。陳海潮就話呢，雖然呢一個呢租金升幅比呢上個月呢略有放緩，不過市場呢有輕微波幅，亦都係屬於正常。今次亦都係呢過去11個月內呢第2大嘅升幅嚟㗎，反映咗暑假呢就即係開學啦，需求都喺度㗎，並且呢就係預計租金會喺8月9月呢有機會呢兩樣都係升，8月升1%，9月都係升1%。